如何在 DTA Connect 上更新你的訊息？這段視頻將講解如何更新你的聯繫方式並向 DTA 報告某些費用。在 DTA Connect 上更新訊息可幫助你充分享受各項福利，而無需致電或親自前往 DTA。在聯繫方式部分，你可以更新電話號碼、電子郵箱、語言選擇以及家庭住址和郵寄地址。在費用部分，你可以向 DTA 報告住房費用、水電費、託管兒童費用以及醫療相關費用。首先，登錄 DTA Connect， 然後按屏幕底部的我的訊息。你可在此處看到 DTA 系統中與你案件相關的家庭訊息摘要。要更新你的聯繫方式，請按聯繫方式部分中的編輯按鈕。你可在此更新電話號碼和電子郵箱，並設置通知和語言選擇。請務必向 DTA 提供你的電話號碼和最新郵寄地址，以便接收重要通知和進行電話溝通。要更新家庭住址或告知你目前無家可歸，請按地址部分中的編輯按鈕。你可在此提供新的家庭住址。如果你是露宿者或不再是露宿者，請更新你的郵寄地址。更改家庭住址後，系統會提示你填寫新的住房及水電費用訊息。如果你未更新住房和水電費，你的 SNAP 補助金額可能發生變動。如果你只需更改郵寄地址，可前往郵寄地址部分並按編輯按鈕。要更新你的住房費用，包括租金或貸款、房產稅和房屋保險，請按住房費用部分中的編輯按鈕。要更新水電費，包括暖氣費、空調費、電費、燃料費和電話費，請按水電費部分中的編輯按鈕。要更新託管兒童費用，請按託管兒童費用部分中的加號按鈕，然後點擊編輯。你可在此向 DTA 報告託管兒童費用，如保姆費、日託費、交通費。如果你或你的家庭成員正在工作、找工作或上學，你亦可以向 DTA 報告你需要支付的殘疾成人日間託管服務和 PLE 輔助費用。如果你或你的家庭成員年滿60週歲，或經聯邦政府認證為殘障人士，你還會看到醫療保險和醫療費用部分。要更新這些訊息，請按醫療保險和醫療費用部分中的加號按鈕，然後點擊編輯。如果每月醫療保險和醫療費用總額超過$190.00，你需要提交所有醫療費用的記錄證明賬單，才能獲得更高的醫療費用扣除額。請觀看其他視頻，了解如何將證明材料上傳到你的 DTA Connect 賬戶。示例如，我們要更新住房費用。點擊編輯後，你將跳轉到新的頁面，顯示你已有的費用條目以及新增住房費用選項。本例中，案主繳納每年$6856.28的房產稅，以及每年$1216.05的房屋保險。按新增住房費用後，你可選擇添加租金、貸款、房產稅、房屋保險和公寓管理費。選擇其中一項並按繼續，
你需要在下一頁輸入支付金額和支付頻率。信息填寫完畢後按繼續返回住房費用主頁面，最後按提交即可確認更改。